伊当受掠去受审判。遐个兵丁甲用种种虚假的事伫指控耶稣的人，将耶稣交去官府的所在，按算要将即个称家己是先知甲最侪因认为笑死人的身份的耶稣处决掉。先知以赛亚捌伫侪年前就画出即幅描写耶稣受苦的情景。伊受看轻，互人放杀；伊受压迫，拄着艰苦；伊亲像羊仔牵到受害的队伍，受放杀搁孤单。当遐会指控伊的人在踢笑伊的一生甲传道事工的时，耶稣却前前徛伫因面前。犹太人的头人甲罗马的官员用真粗鲁的方式，彼此在提杀将耶稣判刑的责任。到伫最后，罗马的总督比勒都想要将耶稣讨办，暗示讲伊查无即个人的罪，总是遐个伫几日前才伫献上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百姓，却变做一大堆的牧民。用万花声吼叫讲，就将耶稣钉死于地。你是
最后愤怒的国民的意愿得胜，耶稣就受交于平等的手中，要将伊掠去钉十字架，受强迫来压家己的十字架。耶稣当行伫两种人群的中间，就是遐个称呼伊做因的主，弥赛亚，甲因的王的百姓，以及一大堆讲伊是亵渎上帝的大骗先。当耶稣互因带到一个叫做头较晏的所在，伫遐伊亲像一个普通的罪犯受定死。伫最后，彼拉多用天授的款式，命令兵丁将一个写讲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的牌仔钉伫十字架顶。当伫头7日的头一日，有几来负责人来要看耶稣的墓。忽然地大震动，有主的天使对天落来，将墓前大石敲开，搁坐伫大石顶面，
第三个甲伊讲，我也知恁咧找迄位受点12天的耶稣，伊无伫遮，伊已经告我，照伊所讲的，恁着赶紧去甲伊的学生讲，耶稣活着。真久以来，百姓所等候弥赛亚未来临，伊要用伊的大力量征服对敌的消息，但已经完全实现了。总是，伊的对敌并毋是世上的王国甲政权，伊的对敌是罪恶、歹代甲病痛。但伫伊最阳光的胜利的时刻，君王耶稣借着上帝的能力，已经杀赢死亡了。哈利路亚！归天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咱就封伊做王，就是国外的君王。
成全正圣道，全人类甘愿牺牲家己。